咱来较少走老年的，你有看嘛？即老人痴呆症或者迄个哦，迄个真正是上你来看。
样一样，业一样，这是会比的。那那种东西，大家看别人传过来的，完全不一样。所以我，咱同关系是其中的一方不是的，如水上泡，所以说呢，往来流转，犹如车轮，初心将破所及。这是啊，就是讲以往不是的小，咱若无套出这一站当中，嘿，后壁咱来讲嘛用啊，咱来讲个头，讲个头，咱连续咱来讲，后壁咱讲个嘛用，他今天做嘛，他做嘛。所以人亡作先，人亡作先啊，会干嘛？你一活在新兴的世界，八卦在顶顶分别上的，当作主体上。咱今仔所谓活的世界不离的当下，每时每刻就是在世间咧流转、受苦轮回这境界的，咱拢是把外在的物件当作咱家己主体上。所以咱若讲爱依啥？依环境。若无这环境，我歹生存；若无这环境，我就无爱来听；若无这环境，我就无爱来想；若无这环境，我就想袂落。拢总把外在好歹物件当作主体上。那不是讲它是自性，不自性的物件，拢是原先原本，拢是因缘法的物件。所以咱毋知爱看得出用。大家对人看的金仔袂爱，大家对看的传少袂爱，看的是无钱买尔，可能嘛几点少尔。哦，那遮水利，你若讲要送我，咱买甲几个挂的。你若讲买我，哎，也袂你看，你做爱啦，我是第三年你买无？无啦，我看来，反正我无你看出来，那我来讲买。叫做去叫我送，咱唔买，啊，好可怜。看袂我这看的，是第三年买无？但讲你讲唔系金仔无来钱无来吼，啊，你就超一半嘛，差不多已经超一半去啊。去包的东西甲洗一摆啊，菜市甲洗一摆啊，这是看好的一面咯。你家己感觉这我不用嘛真济，我不用叫嘛足济啊。这是好的一面咯。去看餐厅甲看一摆啊，这才是分嘛，这是讲是我的。去太平间甲看个，我唔爱像这伊两倒伫遮卖，倒伫遮然后慢慢变啊，变机器啊，啊无咧杀去火火所啊烧机器安尼，烧滚滚安尼，啊无咧涂骹涂糖成安尼，眼中可以做那种观想。那我这观想有当时咱讲下排就做做见就见，原来咱咧肉脯啊原来有糖霜呢，随常你若想讲今仔咱来肉，这辛苦啊，咱拢公布外表。知影过衫较水，咱就下款人咧卖衫拍面的，一领90块，我90块。啊，咱嘛变，即摆无咱